295首，295，我要颂扬，我要 marking， 我要颂扬。好，我们一起来颂扬、赞美我们的上帝哈。295首，我要颂扬。我有点高。我要颂扬那造人的主，因为万事他都看见。我要颂扬那造耳朵的主，因为万事他都听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我要颂扬那在公义的主，因为是权柄荣耀。我要颂扬那造耳朵的主，因为万事他都听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我们再一次从头一起来。我要颂扬那造眼睛的主，因为万事他都看见。我要颂扬那造耳朵的主，因为万事他都听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我要颂扬那显公义的主，因国度是权柄荣耀。我要颂扬那造耳朵的主，因为万事他都听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要颂扬那显公义、造眼睛，甚至创造生命、行一切大事的神，因为属于你的权柄，都是你要成就的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看见、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透过所经历的事情，去看见我们的生命当如何来为主来完成神你所拣选我们生命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作为你上帝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你所拣选的百姓。我们相信这是蒙受祝福的，这是神所生的，也是神所爱的。我们要更加的信靠神，相信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成就那美好的计划。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代祷的功课，求神将这份恩赐的能力能够摆放在我们生命祷告当中。我们学习祷告，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看见，不管我们有没有这份的恩赐，但我们愿意透过祷告来成就神你国度的计划，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祷告当中去经历祷告所带给我们生命蒙福的功课。谢谢主，再一次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大家平安好。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手边都有资料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底什么是代祷的恩赐？因为其实，在圣经里面，恩赐实际上是代祷是没有特别讲到，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地方都是有提起的哈。那牧师特别讲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哈，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人民有分几种，有分人民、国民跟公民，对不对？那人民是一个国家所组成，必须要有的全体的民众。
那国民跟公民有一个差别，就是国民他本身是取得国籍的人民，对不对？但是公民又不同了，公民代表的是他必须负担在公法上权利的义务的国民。那牧师就在想哦，你觉得我们做基督徒是属于上帝国的国民？节啦，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到13节。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到第13节。对，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好好认识一下我们。每一次其实牧师在讲的内容不会马上直接切进去带到，这是我们的主题。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很多生命的态度、立场、原则，我们要自己去探讨，要了解哈。好，那这段圣经节讲到说，第1章12节到13节说，但所有接受他的，就是那些什么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利，成为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的儿女，他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第一个，他要接受上帝，对不对？接受上帝的救恩或主耶稣的救恩，甚至他要信他的人所以上帝会赐给他们权利，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很多神学家有很多圣经学者，我们在研究在探讨，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女？你敢是上帝的儿女？那上帝的儿女的条件是什么？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吗？是不一定不见得所有，当然不一定，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从这段圣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要接受他而且信他的人而且上帝会赐给他们权利，成为上帝的儿女好，所以呢，第13节有机会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其实里面有特别提到，要作为上帝的儿女，他必须要有哪些责任？那什么样的才是上帝的儿女？那我觉得可以待会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第13节，这些人不是从血缘关系生的，也不是从情欲或人意生的，而是从哪里？上帝生的。好，那如果上帝生的，我们要先想一个问题：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你觉得祷告重不重要？可是不见得每一个人能够认同祷告重要，甚至不觉得他需要祷告，对不对？可是他偏偏他又是受洗的基督徒，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有发觉咱要讲大道要讲基道你晓基道无？咱都唔知，无啥讲你也晓基道无？但明明他就是在教会出入的弟兄姐妹，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牧师要先让大家了解，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所生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虽然圣经里面谈到，并没有每一个人都同样得着这种恩赐，可能祷告的恩赐，可能某一些恩赐，但是实际上这是代祷，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恩赐，特别的恩赐。但是呢，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讲，祷告是不是义务？你觉得祷告是不是义务？我们手边有一个，每一位基督徒从神领受的恩赐各不相同，只有少数人拥有特别的恩赐，但是义务却是给予每位基督徒的。好，就好像你会不会很会爱人、关心人？不见得，对不对？某些人他特别有那种关心人的恩赐，有无？好，但是你该咱改讲，你们听，敢袂使？咱一定会讲听是咱的义务，咱每一个人都爱有听，所以咱来怎样义务跟特别的这个恩赐的能力，它实际上有一些差别。好，所以呢，我们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义务与责任。
因为这是使命嘛，耶稣复活之后给门徒的，对不对？责任义务嘛。好，那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医病的恩赐，但是基督徒有为人病得医治、代祷的义务。有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思考这个概念，才能够好好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包含我们自己，在祷告的功课上面操练。好，所以呢，同样的，不是每位基督徒都有代祷的恩赐，但是基督徒都有为人代祷的义务。好，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节。代祷的义务到底怎么看？代祷第一个，代祷是每位基督徒应尽的义务跟责任。好，我们手边都有圣经节，牧师都帮大家打上去了。以弗所书6章18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怠的为众圣徒祷告，也请你们为我祷告，求上帝赐我口才，让我勇敢的把福音的奥秘讲解明白。所以我要问各位，大家有没有时常在为牧师祷告？这个有没有很重要？如果站在保罗他刚刚所讲的求上帝赐我口才，19节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保罗嘛做清楚哦，虽然他对神的道真理，他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他也知道怎么去传讲，可是他却知道他需要提醒每一位众圣徒要为他祷告，因为他希望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应当尽的义务跟责任。这没什么文书能力的差别，跟他要求一台应来尽这个本分。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应尽的义务跟责任，其实在保罗他的话语当中就很明显的要我们警醒不怠的，没有倦怠的为众圣徒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与祈求。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在我们一起管理教会也好，聚会也好，我觉得来到教会，我觉得很多事工不一定说你要想说要怎么去办，但是我觉得祷告的功课一定要好好去想。甚至牧师也在回想以前我们大桥教会聚会前我们聚会前都会怎么样？我们早上那个时候先天指示应该还要唔知啊。我那时阵是古礼拜等会早起的时阵咱拢会几点？我印象中拢排跑了半点钟的时间，咱拢先祈祷。我感觉迄是真重要的工课。我唔是讲一定咱咁得同时咱敬拜团，但是牧师今麦拢在做的是咧鼓励这些敬拜团服侍当中，他们一定要学习到祷告的文化。因为如果敬拜也好，服侍也好，没有祷告，那是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圣歌队会前的时候，谁都会先带我们祷告，会捐点。会官虽然不管伊基督的方法安全，但是我感觉他知道祷告对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讲，当然基督的时间的方式安怎样，迄种咱会当去探讨的部分。但是我感觉咱伫会众来到上帝面头前，第一项咱就是鼓励会友爱祈祷，鼓励会友操练祈祷。所以咱其实小组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小组开始的时候，买当先安尼做开始啊，说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预备心接下来的小组。其实我觉得用祷告的方式都是很重要的好，迄个摩丁人你有。圣经来写讲来讲不要重复祷告，袂是讲你祈祷上面拢无太多人同我意思。我的意思是讲你祈祷半点钟到20点钟的内中间我相信重复祷告迄一定足济。咱先是咱的祈祷是先是讲有祈祷过，要搁祈祷时就茫搁重复头前迄祷告对。若要祈祷半点钟到1点钟这内面的内容，当是对祈祷了全世界。
讲啦，我感觉应该讲，迄是一段互咱会当自由祈祷的时间啦。好，所以我嘛是咧想讲咱的公道的时间啦，要安怎家调整互伊当啦，咱嘛是当个用这头前，咱就是做祈祷的时间。好，祈祷时间就无所谓的讲，你要祈祷啥，你安怎祈祷？好，咱就是互人个，大家人做伙来祈祷。至少迄时间是比咱礼拜中的迄公道的时间较短。好，有当时有个人祈祷，伊也未祈祷煞有当时私礼也先祈祷有个人自动安静落来。其实我是感觉拢无要紧，拢是祈祷。好，重要是讲要安怎互咱的信徒鼓励咱的信徒爱较接祈祷，好，较侪祈祷，操练祈祷、代祷也好，祈祷也好，拢是一个义务的工课。好，这是我第一点咧讲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尽的义务甲责任。好，第二个，耶稣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8章34节，在我们手边圣经我也有打上去，我们可以直接来读来，谁能定我们有罪呢？好，基督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如今在上帝的右边，正替我们祈祷。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这句话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不晓得保罗他是不是到底是上帝跟他讲的，还是怎么样啦但是我觉得保罗他竟然可以这么说了，然后列为我们圣经里面的我觉得上帝耶稣他死后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相信因为毕竟圣经里面这么说，我们就照着做嘛，照着理解了照着这样来理解了所以耶稣他在神的宝座右边为我们代求，他有没有为我们祷告？有的，连耶稣都会为我们代求好，那第三个，我们来看第三个第三个，罗马书第8章26节到27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洞悉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祷。好。所以圣灵从这边可以看出，圣灵也按着上帝的旨意在为信徒代祷。好，所以这种代祷的，不管是耶稣也好，还有圣灵也好，还有包含保罗他对众圣徒的提醒也好，其实都可以看出代祷的工作很重要，很重要。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可以待会我们可以再一起来讨论第四个，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1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上帝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上帝的旨意，始终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好，所以保罗他实际上他为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上面，他用他心灵里面所侍奉的上帝，他敢这么打，好像有点在以他保证的讲上帝让给这保证的他是不断的在为人祷告，所以伊要讲这个话，代表伊有行动嘛，一定有行动的。伊的行动是啥？就是为这个人祈祷。所以我们从这里第4点，保罗也常常为人代祷。好，所以从刚刚看到的4点我们可以了解到祷告代祷很重要。第5个，最后一个，保罗他劝勉提摩太说什么？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那应该就更明显了。他提醒这个年轻的同工，务必无论要起做教会也好，要管理教会也好，第一项你做牧者，你做一个牧养的人，你就要安怎？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所以其实牧师，我也觉得我自己在祷告上面真的也比较缺乏，真的要认罪悔改。时常很多时候
当我们看到一件事工、一个人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透过自己的方法、智慧，想说神给我们的智慧要怎么去解决它，去帮助那件事情能够得到解决。可是实际上我们却缺乏祷告，用更多安静心的祷告。好，所以我觉得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代祷这个工作是每位基督徒很重要的义务跟责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了解代祷的恩赐？好，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代祷的义务，因为我们看到耶稣也好，圣灵也好，他们都实际上都在为我们代祷。好，因为我们不一定了解圣灵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耶稣死后他在哪里。可是人会不会去想？会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保罗伊要写这个话我嘛感觉有伊的意思啦。但是到底伊为什么安尼写？是到底伊有看到，还是知影？这我感觉会当值得咱来好好探讨啦。第二个大点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代祷的恩赐。好，我们来看一下代祷的恩赐得到代祷恩赐的人具有以下几点特征。注意牧师说这是仅供参考好，代祷恩赐的人有哪些特征？第一个，他一旦开始祷告，他会持续很久。好我觉得这个也的确，有些时候我从以前为什么我去参加那个有中保代祷的这种教会团体我在实践的过程当中，的确要持续很久的迫切的祷告真的不容易，因为你会想说，你看他的问题状态问题，你会觉得就差不多了，差不多祷告完了。可是当我慢慢的更多安静心，然后慢慢的静默，然后神好像就会慢慢的告诉你，其实有很多角度看法，你需要为他祷告的面向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发现真的有些人他在祷告里面他是很持久，而且他在持久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观察到底为他的生命带来什么帮助。所以底下就是几点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参考看看，我们可以了解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恩赐。那如果你也是这样在做的时候，你有没有同样的经历？第二个，有祷告蒙神应许的确信。这种确信呢我觉得当然就是值得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的话里面好好去探讨，到底如何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相信我们祷告为什么要祷告，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期待我们透过祷告来经历神所要做的工作。那到底神要做的工作，你相不相信他要成就？我觉得咱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你感觉你的祈祷你会相信吗？你怎么确信？你怎么确信？但是上帝有当时无照你的祈祷的时阵，你怎么相信？我叫祈祷时，等待伊时间到的时阵，因为咱祈祷，迄是我的天赋。但是我足需要的时候，足迫切需要的时候，那个对心底啦是，甲上帝恳求的时候，伊会直接甲你帮助。若感觉这个代志会当是讲足急切的时候，上帝会适当的时间应允你的祈祷。是，新人技术嘞，你怎么经历这个祷告应许的？你对圣经的了解，跟你对自身的经历当中，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还是很疑惑还是很疑惑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讲到很多有关信心的问题？信心跟实践的行动的问题，真的不容易。所以为什么牧师会为什么我会说祷告？其实真的我们要更多，不管你是为自己祷告还是为人祷告，我觉得真的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好好想看看我们怎么样付上代价的祷告。因为实际上我来看真正咱付上代价为人祈祷为家己祈祷的时间真正无多啦。我若认真安尼想起来，咱只看咱一天爱做工课，我较早来想讲遐足侪时间通去祈祷的人大部分拢是退休的人，是安怎？伊可能靠时间的啦。
但是我就发觉无呢，无安尼呢。我看见有的教会，因咧臃肿的教会吼，因咧真侪人，我做少年哦，因拢凡事出嘴，拢会讲的，拢会讲伊安怎伫基督的中间去经历哦。我就感觉讲，伊一定开真侪时间咧基督，因为伊若无安尼基督，伊无可能会经验这代志。所以我拢要伫咧思考这种问题。所以为啥我会讲？我做牧者，我想要坦白，我嘛安尼讲。其实我基督嘛无够，我拢感觉我基督无够。所以我感觉咱会当好好来思考，到底基督要安怎蒙受上帝应允的确信？这个功课，等下有机会咱嘛会当来探讨圣经看卖。第三，我们对祷告充满兴趣。有代祷恩赐的人，他会对祷告充满兴趣，喜爱独自祷告。虽然明白祷告并不容易，但是却以祷告作为自己的使命，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光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学习看看，到底怎么样好好的不断的寻求，不断的祷告。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寻求的智慧。第四个，透过代祷，经常经历祷告事项的成就。咱的确信就是拢伫这到底有成就的过程的中间安怎？有成就了，你的确信会怎么样？你的信心会较济袂？济也少？若有成就啦，当然是会较济啊。若无成就咧，确信应该通常感觉愈来愈弱，敢若是安尼吼？有无？所以为什么我拢咧想讲我拢咧想一个问题我若看到当一个患者病人，咱简单安尼讲好啊。当一个病人，当一个咱的兄弟姊妹，伊破病有软症的时阵，咱基督徒要安怎看待这项代志？是顺其自然，放互上帝自然来给安排咧，还是咱会当做什么代志？还是上帝爱咱做什么代志？我感觉这是值得咱好好思考的问题。真的，他软弱的，真正软弱的，他很需要，他觉得啦，对，会觉得很需要你为他代祷，对，因为带小组都有这样子的经历。那比如说我们到去拜见他，对，对，我说他愿意讲出来，我就觉得很好。一般有些人他说不会讲出来，但是你讲出来的话，别人为你代祷，他内心就对鼓励，对。那比如说另外一个姐妹，她有问题就会丢给我，然后虽然有经历几次，她还是没有帮我起来。但是到有一天，她跟我说：“秀珍姐，我已经回来了。”你知道我那个心是多么的跳跃的心情，对。然后我会高兴到很感动，就掉眼泪为他喝彩这样子。而我会觉得说，真的很感谢神，我没有什么力量来，但是我透过祷告，对，给你鼓励，给你情绪关心你，只是做这样子，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做你应该做。所以，其实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它是一种，不管是代祷，我们讲的代祷也好，祷告也好，其实它都在生命的另外一个层面上面，它弥补了我们人能力上不足的那一面，对不对？然后成就，不管成不成就的问题，其实这个工作，那个行动。已经完成了上帝托付我们作为他儿女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起初牧师会说，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应当要有的义务跟责任是什么？其实不是做什么工啊，重点是什么？其实祷告很重要啊。好，那做什么工？其实祷告也是一种做工啊，对吗？也是为主做工啊。所以其实为什么牧师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耶稣为什么他觉得上帝的殿要成就什么，一定要是祷告的殿。
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有没有做到上帝要做的，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从祷告的这件事工上面去着手。好，我觉得什么事工都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如果一间教会它的状态问题不是很健全的话，一定要回到从祷告里面去经历神，去不管是意象也好，是启示也好，是智慧也好，我觉得我们都要回到神要我们做的，学习祷告。好，所以圣经里面好，其实有很多圣经的话在提醒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好，马太福音第18章。好，我们从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到20节。18章19到20，耶稣说：“哈，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你知道2个人要一起同心合意哈，注意哦，是2个人同心合意，一定是为了某一件，不会是为彼此的需要了，单纯的那种个人的需要了，一定是为某件什么，可能是急迫性的，可能是难处。好，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来到教会，难道我们不就是期待神的同在，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吗？是不是？所以如果每一个，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不管这个信徒他的生命如何，他来到教会，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帮助，那很可惜。所以牧师一直觉得说，不管我们认不认识这一个人，我们都能够需要去问他、询问他、关心他，甚至为他祷告。所以牧师鼓励咱咱现在有新朋友来不单单是该做招呼跟认识啊，还要做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好，这句话，这个目标一定要去达成。我觉得它会让你，还有让对方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神同在的应许。你知道神同在的应许是很出乎你意料之外。像咱现在有在做小组的，他都小长老有讲到当你有开始咧牧养咱的小组员会友的过程，去关心了解因的问题的时阵，你会豆豆发现讲，原来因的问题足多，我真正我一个人无法度通解决。我若将这问题摕予牧师，牧师伊一个人嘛无法度，唯有什么？透过祷告。好，所以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同心合意求神必定会为我们成全。但是成不成全，就像咱有人讲的牧长我也问着牧长讲，上帝安怎甲咱成全？伊的成全的代志是啥？一定是上帝旨意的。好所以这是第一项。另外一个耶利米书29章19、12节。冇讲到，我直接读就好。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怎么样应允你们。好，所以我感觉祈祷最重要啊。好，对咱来讲，到底咱安怎咧祈祷？咱有咧甲上帝求讨？好，所以腓立比书第4章冇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即若讲伊正常的面头前，小组小大家面头前伊若讲伊心中有足需要人替祈祷但是伊是个人隐私无爱伊正常的面头前的事伊就先爱找一个较有效对。但是我头拄有讲到讲，其实咱若是咧拄到迄个无道友也好，新朋友也好，我有讲到，我讲是讲最后，咱会使做的，就是讲你有啥物我会使为你祈祷的。我嘛捌拄过啊，伊拢讲无啊，无需要啊，伊足喜乐啊，所以有当时你嘛会拄到这种人嘛无要紧啊，伊感觉无需要，无需要讲感谢主，愿神祝福你希望你凡事都像你现在这样，都不需要代祷的。但是也期待你有需要的话，也请你告诉我，我们能够一起为你祝福祷告。所以这是一个语法，嘛是一个咱要安怎帮助引导一个
弟兄姐妹，学习把他心里面的话讲出来。我这样发觉哎，男性跟女性他有那种差别，男性比较较袂介意会需要讲出来，互你不以代需要，他不一定是在小组上讲，但是他会跟他的组长或是对比较亲人讲。对对对女性比较会。对我这样后来这样带过来，男性对比较难。对对，本来我们在观察，男性好像本来就是说对外的活动的话，他也比较对较无法度去参与。对。啊，我是感觉应该讲男性比较可能，内敛吗？不是内敛。但是开明是我。不过这跟咱的文化有关系啦，也有可能跟我们的文化啦哦，因为传统我们男性的文化就是教导我们男人当自强所以反行书拢是查甫人爱打，唔通快受气，然后快安怎，唔通快讲出去做软弱，嘿，我未提名出来。是，刚才黄师傅你这样是你提名啊？以前在来因人少年是出轨嘛所以因某拢会摕这个话题来甲伊还着，讲到伊足艰苦的是爱怎来找黄师傅、牧师迄年纪真大讲的是讲到拢会头目屎讲我阮太太问题是过去的代志少年的代志即摆我提出来你甲提出来你甲还我实在足艰苦，我咧足艰苦黄师傅、牧师伊甲讲安尼讲即个代志因免甲我讲，因免甲讲安尼家己祈祷安尼但是伊会甲我讲就是我是一个牧师伊才会甲我讲安尼讲你甲讲即个代志，你黄师傅、牧师我就甲解决啦，你若甲解决，黄师傅、牧师嘛是讲你我替你祈祷安尼对不对？我安尼你会家己来祈祷是要讲这个代志，到尾这个代志煞的是我看我不是有这个某即摆嘛是讲阮来阮代志所以你的意思是咧讲，这个牧者伊认为无需要祈祷的代志是安尼吗？伊就讲，黄师傅、牧师讲，咱实在讲伊即个代志毋免甲我讲伊较上面，做伙解了啦。因为我就是一个牧者，所以伊会甲我讲，伊到底要甲人讲啦。伊嘛讲我出色做好，伊较袂晓讲这个代志但是到尾我有小话讲啦，伊先甲黄牧师讲的对，黄牧师讲，像即款的代志伊咧共讲嘛是有针对迄个对象来牧师讲，无即个代志，三工提出来讲，伊嘛讲忍受嘛你厝里我太太安尼甲烦这个代志，我实在足艰苦安尼所以忍受袂了，然后去甲迄个牧者讲。好，多谢。来，安尼咱来搁继续探讨落去啦吼。代祷的结果第5点会带来教会的复兴。那其实牧师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教会一定要回到祷告的工作？因为教会如果真的不是在祷告里面，真的我发现真的很难带来教会的复兴。那或许你会想说，教会复兴一定会有哪些原则您感觉教会复兴是啥？咱来想这个问题。教会复兴是啥？一般来讲，人都这里复兴起。一般拢是讲人多是复兴啦。但是你觉得呢？我觉得教会复兴我觉得会看到那些人很喜乐。然后第二个，他们看到人遇到人是充满着盼望，很热情。然后第三个，他们的热情有一个非常清楚的
福音的真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啊，这是真正，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会带出来的行动了。那当然，这个复兴哦，实际上，圣经里面其实也没有特别讲到这个复兴了。好啊，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其实也提到我们是要有意向，我们要真的是要知道说，神把教会把很多的羊群交付给我们做陪伴、牧养跟管理，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教会有问题没关系，但是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要透过好的方法。啊，我感觉基督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好，伊唔那会当互咱做工的人，也是互咱本身在面对人，拢会当得到解决的最好的工具。好啊，所以这个物件，无论你有得到这个恩赐无，牧师拢期待咧诚做咱的义务甲责任。好啊，我感觉这是确实真正会当，咱对圣经内底吼，太多咱所看的这圣经在，嘛拢足清楚咧，甲咱提醒。好，咱真正透过基督，会当为咱的生命，为咱边的人带来祝福。好，第6点哈，第6点，清楚听见神的声音，你有看并有分辨诸灵与预言的恩赐。好，那到底听到什么声音呢？听到什么？我觉得这是要问当事者了哈。但是我也曾经真实的常常遇到有这种人，但是这种人呢，他真的花很多时间在祷告。好，所以我也不疑有他，我也相信神会给他启示。好，所以呢，我觉得他有分辨诸灵预言的恩赐。好，所以这是牧师真实的体验哦。好，不是随便乱说的。那你说他会不会有作恶的习惯，什么怎样？我相信某些部分上可能我不晓得，但是那是他跟神的关系。好，那至于他有没有分辨诸灵，我觉得一定会有。好，因为我是真实的体会到，牧师捌有一个经验吼，捌有这个伊常常咧祈祷的人，伊甲牧师讲牧师，你刚来，你一定要好好为教会的某一件事情祷告，因为这是属于不属神的。然后我就说你忙啊，你敢看干呢啦吼，我都认为我是站在一个人的角度，但是他是站在一个在祷告里面去看见神给他看的，所以他能够分辨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那种属灵的恶者，他是感受得到，因为人我头都有讲的嘛，教会复兴，你会看到人伊是不是真正得到迄个真理活命，伊若无复兴的，你看到迄人就是安尼，足干巧，足自私自利。好，伫教会虽然伊嘛有咧奉献，伊嘛安怎？问题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东西安怎？这些都是分辨诸灵的，你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好，这条讲清楚听见上帝的声音这不是讲。对，我知影啦，我知影，毋是真正对伊讲话的声对啦，我知啦。伊到了上帝伊会透过圣神甲伊提醒。就是讲。互你清楚知影这个代志到底是要安怎做安尼，毋是讲真有啥物，但是我甲你讲，若是讲梦中啦我是听有上帝伊有声音咧甲叫，迄是做梦的是。若是毋是伫梦中的事，我是无可能的。做梦的事，你讲出来，人就无大家接受对不对？做梦的靠你较。其实简单讲起来咱咧讲听见主的声应该是干那圣经内底约翰福音书耶稣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啦。咱毋是真正听见迄个声，但是咱咧听到迄个声是咱像迄啥？咱像迄主咧对咱讲话啦。耶稣伊咧讲的是这，我嘛会认捌伊，因会跟对我啦。所以我讲，会晓听到主的声的人，伊会安怎？他会有真实的行动，像耶稣所说的：“我认识他们。”就像咱咧看这信徒，伊到底有像迄军队主的人无？伊的生命有亲像耶稣的迄个好的款式无？所以咱咧讲的是安尼啦。所以我感觉咱会当好好来了解到底咱要安怎听主的声，军队主的脚步来行，透过祈祷去经历，去经历。好。那我们继续最后一点，对属世的喜好，会不感兴趣了，他会关心属灵的事情了，
好，是属神的事情啊。这是最后一点。其实有带导恩赐的人哈，我发现他会有很多时间，你从他的讲话，从他的眼神，从他所分享的生命里头，的确，他真的花很多时间都是在祷告。他哪里还有时间在那边看电视？哪里还有时间在那边逛街？好啊，当然牧师不是说不能看电视、不能逛街啦，而是说我们稍微自己做一些反省。好，当我们自己如果在祷告上面的确比较缺乏的时候，那么我们适时的好好在神的面前，好，我们好好的去想看看，怎么样操练自己祷告的功课。好，OK， 安呢刚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再提出来，还是说我们也可以补充的？好，那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祷告。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同工领受真理，能够摆放在祷告当中的心来祷告。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同工，我们需要，我们都在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从神的话都在领受真理。但是我们要透过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好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活出真理的生命。好，那也为牧师的家庭，也为我们的孩子。好，乔恩他10月15号要手术，好，他手术要5天住院，但是因为乔恩他没办法表达，所以他是必须手术完，他是尿道下裂手术，他必须要被绑住、固定住，他不能翻哦，所以他一翻了，有些时候他那个手术就没有用了，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担心到底要怎么，据说医院是说也可能要把他绑住之类的，你想看遐细汉的囡仔你要5天哦。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一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那也为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身体有病痛的妙玲姐，那也为这个美英姐刚手术完的恢复，那求神能够继续保守她的心，能够快快的恢复，也能够尽快的回到神的面前一起敬拜神。那也为我们的一些同工，他还没有工作的，正在寻求的。我觉得我们都摆放在祷告里面，那也为我们这些社青的青年的婚姻、感情、工作、事业，我们都求神来开路预备。那我觉得希望让他们都能够在神的真理里面寻求神的智慧。我相信他们在预备工作也好，我觉得神都会加添智慧给他们。好，那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带领我们、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作为神你的儿女。但我们更需要学习更多的祷告，在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事上，我们要不断的呼求、祷告神，求神亲自来为我们开道路。我们恳求神赐给我们，不仅是从你话语的真理，也让我们透过祷告的行动，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实践的活出来。主啊，我们需要在祷告里面经历神你的大能，是看见真理的活跃在我们生命当中。愿你赐给我们力量，保守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心，好遵守神你的道，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学习在遵守神的道路上，能够充满喜乐与盼望。也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你的教会，能够走在神你所合意的道路上。我们相信教会的复兴是看见许多信徒生命的转变与重生，也让我们一起经历这份充满恩典、充满喜乐、盼望的事，在大桥教会能够带领更多需要得救的灵魂来认识主。谢谢主，我们将这一切所需要的摆放在神你的面前，愿你亲自来开路，也求主你继续医治保守我们当中的需要的弟兄姐妹，在身体病痛的时候能够学习祷告，寻求神，在信心的功课上面得以坚固，更加的信靠依靠神，相信神的带领。我们再次将一切交托仰望，愿你来聆听。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圣灵，我们也恳求你继续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最好的帮助，也让我们能够在灵魂生命的粮食上得以饱足。我们从你的真理，从你的话语，从你的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看见许多生命的智慧，学习如何来管理你的教会，
能够学习来牧养神你的羊群。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与智慧，是从你的话语里面真实的体会到爱人的功课。我们也要透过祷告的行动来实践神你爱我们，如何透过祷告来更加添我们力量。恳求神再次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当中，甚至在你的教会有许多软弱的，我们都需要从神的话语里面不仅学习如何祷告，我们更需要透过不断的寻求、不断的祷告，坚定的在神的面前来看见神你所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相信是照着神你的真理，能够活出真理的样式，能够真实的活出神你所爱的，是有爱、有信心、有盼望。求神将这份恩典赐福我们当中你所拣选的儿女，也再次保守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不管在前面的事工推动上面，我们都需要更多透过祷告来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学习祷告的功课，让祷告成为他们生命最好的工具，与神的关系的建立，以及他们生命如何真实的领受重生的自由。我们相信你必定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享受到神福音的真善美。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回去的脚步献上恳求，愿主你继续保守带领，让我们明天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我们都能够一样的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